國際護理日特別教路，上百名的護理人員呢，百日上街頭要求3班護病變，就要趕緊來立法，也讓這護理人員合理的薪水。衛福部是回應講，這護病變屬於人力安排的規範，會透過修訂醫療機構設置標準來處理。病變7月底正式公告。國際護理日特別教路，就把護理人員拜二壓號上街頭，佇衛福部頭前要求3班護病變，就要趕緊立法。袂使擱拖，嘛愛予護理師合理的薪水。護理團體強調，護理人力長期攏佇咧高壓、甲過勞的狀況運作，袂使擱甲完成期加做延前的理由。阮家己要好好想要好啊，顧病人，係啊，咱來甲護病比吼，而且合理的程度，甲降低，吼，一方面病人絕對是安全的。一定要3班護病比入法。刻不容緩，我們沒有要讓政府打折，我們也沒有要讓政府繼續拖延。護理團體嘛，針對衛福部提出3個疑問：頭一個是質疑標準公告超過2年，所以還未入法；第二嘛，不滿預算有夠，煞擱為頭開始討論；第三是指出目前70外趴的病院已經達到護病比的標準，卻因為20外趴的病院設緩衝期。護理團體要求總統就職週年5月20日前，就要完成3班護病比的立法。衛福部是回應講，護病比是屬於人力安排的規範，會透過修訂醫療機構設置標準來處理。目前定調，就是說在5月8號我們會開會就是跟護理界還有醫界共同開會，討論這個入法的實際的一個情形，還有一些配套措施。那我們現在拼在5月12號的一個護士節來預告，那最快在7月底的時候會把整個草案公告。衛福部按算拜五討論醫療機構設置標準修正草案細節，後續經過草案預告和正式公告以後，要設2年的緩衝期，讓醫療體系通加人力保護罩，避免影響到醫療量能。記者郭金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